中市社区文化季伫河路墩文化中心来登场。今年是以“社造大联盟”为主题，汇集到700个单位大会师，要互更较侪人看到社区的成果。 2022台中市社区文化季即天伫河路墩文化中心登场，今年以社造大联盟做主题，把这1年来所努力的这个成果那么集结了地方的产业特色、文化历史。那么这样的活动的话呢，我们会持续办理。我想社造的工作的话，1年都不停顿。除了社造店以外，嘛加入区公所、社区大学和地方文化馆等单位，呈现出社区的生命力。 黄景布袋戏就是用黄景树叶来做的，我们都会用这个叶子来做，以最环保。这个拓板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水晶白蚁，洗到最后陶瓷的白蚁会跑出来。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会当让台中的社区拢找到家己的特色。